大战独角的枵龙，经过一面之未分胜败，这个时阵的金王子来了旁边新关机变化。枵龙吐出一道热烘烘的白气，要烧死万年金刚王。 万年金刚王当朝救起王龙已经被热气烧死，这个时阵金王子大发如情之怒，要使用实力剑法为金刚王的报仇。金王子看到怪兽不是普通怪兽，剑把报仇就离开现场了。 爱奴阿霸王大战神秘凶手金家孙龙，各展绝技。这个时阵，两人使用英勇一剑，处理神秘凶手。金家孙龙已经飞到马背之上，抽出断魂枪。爱奴使用第二招流星刮挖。 断魂枪已经发射，断魂枪兵中爱奴心脏。这个时阵的阿霸王万分的紧张，靠！你家上山我的爱情，我与你势不两立啦！阿霸王最后一招，就要使用吊绳剑法，神秘凶手抽出第二记的断魂枪。 现在神秘凶手自将两人解决了后，立马随便一提止去了。哈！爱侬，阮朋友呢？迄个红网做一领公正的嘿，哦，你莫对啦，拜托咧，迄我的朋友你咧，可怜的爱侬，爱侬啊，你一代英雄今仔日来参死在神秘凶手的枪下，我这个想要甲你背起来，再来甲你收尸，可怜的爱侬，你今日这么水。恁爸我老实啦，恁这两眼蒙晒哦，实在有够唔正经，有够贪心，连这个你也好，好啦，无要紧啦，无做一寡公正来报吼，我过去歹代志做太济咧，你咧啊，好佳哉，搁一个阿霸王还未收咧，赶紧来对阿霸王来去，这稳当诶，来去做一寡公正呀。爱奴，你不应该受这款惨重的下场。你一世人流浪天下，捌过对安详的日子。今仔日对我阿霸王四处喷破，又搁来参愧在神秘凶手的枪下。爱奴，你是个可惨万分啊！神秘凶手！ 我一定得要为爱奴报仇！天哪！你仲好拖呢？唔我赶紧倒落去。你咪对点话钟你嘛好心呢，对。结果伫这个荒凉的所在，无人有要通你医治啦。一支伤绝对有毒的啦，对。迄陪起来你也是死啦，是唔是啊呢？你咧讲啥？无啦，千心魔，你真爱我死的款。 唔是安尼讲啦，我都要做忠诚顺验你咧，咱大家好兄弟，我无甲你关将一个袂使，你甲走，
係啦，我成本哎呀安尼做的啦，放心你啦，嘿，互我做一下功德。你認為我係死神？我阿霸王冇嘢簡單死，給我走！我命你死，我的任務要未完成，我命你死。阿霸王，三大名师，官人是啦，赶緊的，將這個槍給伊背起來，稍等下，這個槍毒真重，阿叔背起來，見血就死。官人啊，要如何辦法？我的身軀有這個解毒方啊，先回接落去，好準備預防。多謝。你到底怎樣中這個毒槍呢？羅前輩，愛奴死了。什麼？愛奴死？可憐的女俠愛奴，可憐達旦的公主。羅前輩免悲傷，生性我阿霸王一定得要為愛奴報仇。稍等下，羅前輩，我要來拜你為師，希望你將伊身家傳授我的技巧，我會當收佇身邊凶手，為愛奴的報仇吧。稍等下。藥物會當醫治你身上的傷痕，但是無可能治好你精神上的創傷。那呢，羅前輩，你唔肯收我做徒弟嗎？阿霸王，你要了解，現在阮眾人正在咧找陸金呢。陸金偷摕我的降龍秘笈，躲之夭夭，所以我若是無將這個人甲伊抓倒轉來，恐驚降龍秘笈去互歹人奪去。非常的不利啦！那你叫我自由是好，你目睭緊緊看阿霸王活在痛苦的世間嘛？是啊，阿霸王，我看你都愛趕緊到天心橋去救名人嘛。天心橋？然呀，好，我得要到天心橋，請。阿霸王，道兄啊！阿霸王受傷沉重，哪有可能到天心橋呢？路徑遙遠啊！這個就是介在運命啦。咱的工課無趕緊來去追命哩，找找陸金討回秘笈。我袂使死，天雷國死無去，難道小小一支槍，甲射中我的身軀都要死嘛？我袂用你死！大丈夫是要做別人做袂到的事，是要幻想世上未來的夢，是要忍耐別人不能忍耐的痛苦，是要打倒別人打袂倒的敵人啊！有啊，我會忍耐，我會忍耐，我一定要忍耐別人不能忍耐的痛苦，我一定要拍倒別人所拍袂倒的敵人啊！
安那阿雄，还是叫几个咧拍无球是安那？求你咧，无求你的夭寿。恁娘我几个恁要活到65啊，死嘛袂夭寿，你何必讲？毋是啦，我是咧讲吼，一个少年家啊，当一支枪啊，昏倒中途，我管伊扶来你咧，你若无管伊救伊夭寿，安尼呢？我来甲看卖一个啊。后发度，安那？有在拢流黄水水，规身躯冷冰冰啊哩，这我哪有可能啊？也毋讲你的仙草茶讲啥物好治百病治万症，你们仙草茶是做清凉解渴尔，迄毋是啥物特效药了，你毋通误会了。呀，毋妥目睭金去看死了，拍出外人你咧？出外人哪我做？但这要如何是好呢？对，赶紧来去找雷公。来，学打中枪就咧害搁找雷公，雷公讲一个煞所的。恁娘我几个，我咧讲你听袂清楚。迄地庙一个医生啊，迄大夫叫做雷公啦。我做雷公。遐人安尼面红红好啊，土白白，所以人叫雷公你咧。这雷公啊，迄人真土地，但是心肝真赞哦。心肝真赞，所以这雷公啊，一定会当医治。赶紧来甲府来，甲府来。先生啊，望你真求重生，花朵再世，路变重生，死柳生春啊！你咧讲啥物花朵路变啊？听无？你听无？你是敢若捌花朵尔是？遐历代的医生较出名，你拢毋捌哩是？历代医生都，我都敢若讲花朵较厉害，遐啥物变速先生也厉害。雷公你捌哩无？雷公敢毋是你？我也毋是叫做雷公啦，雷公是黄帝时阵啦，有一个叫做雷浩，甲一个张松君，迄两个算是高明的医生啊，迄是黄帝上界信任的医生。也因为我医术高明，所以大家甲称我叫做雷公。是安尼是，是啦，雷大夫啊，拜托一下。你先来破病。你真心实。破病，我免来知影安怎来破病。你谁人要来看医生？我若要来看医生啊，愈来是会愈严重你咧。安尼你惊死？大家嘛惊死。你谁人来惊死？你袂想讲我财产安尼遐尼多吼？迄田园300外家，遐我某带5个咧。万一我若离开世间啦，生着不孝囝，袂当继续着我这个财产，无担紧啊。家某才少年，啥物人得要甲伊关照，看对毋对？安尼好，来赞美。我跟你讲吼，你这个病真轻啦，那爱好咧真简单，只要你要听我的嘴，当然是爱听你的嘴咯。你赶紧啊去买个房啊，买较济地咧。哎呦，呀我还未死，你就买房啊要订棺材，严点啊？听我清楚。听我清楚。买房啊买较济咧，买较高的2寸房，也甲这个茶霜大树烟线，拢买较济咧，也去做桥啦。做桥哦。是啊，因迄个厝边隔壁也是讲隔壁庄，也是迄个山间若无桥，拢甲做桥过。做桥真简单啦，我是好业人，请一寡工人来做桥就可以了。毋是安尼啦，安尼袂用你啦，你本身去做桥，遐桥拢修做好势了后，最少，你都爱做20个桥啊！一来我马上再用这个特效药互你食，你就永远袂破病啦。安尼呢？是啊，遐若无大家无输赢。敢毋免摕一个啥？毋免啦。好啦，多谢。有够土，莫怪人怪有雷公，实在有影。土雷公。这个人识运动呢。富贵输音，欲贫穷起盗心，这个人歹，所以少运动一下，做一寡好功德，伊的病就好呀。先呢？安怎？我脚酸手软司机无力啦。你咧创啥？我倒做交流啊哩，交流啊，毋专门咧跋筊。先生你真牛。我生你我做孙啦，人叫我交流。要安怎？都要来你看你，要我看什？你这大招，也看会起来袂？也若会起来，先生才来甲你赞美；也若袂起来，无输赢。哎呀，我脚酸手软啊！司机无力，但伊这大招几百斤，我免让我大人举啦。哎呀，先生啊，你做人嘛真笑过，当我钱互你赚你嘛安尼较亲切一点。
我做医生甲别人无共，要赢唔赢？好啦，唔赢无输赢，出去。好，我赢。我摇起来啊，摇起来啊！你刚才摇起来，还未顿臭话你咧？你有摇起来吼？有啊。安尼你的力我真粗咧。是啦。你有做兵无？卡生手两三比八哩，我要来做兵，安尼我你讲，你有犯着绝症？绝症哦，是肝癌嘛，肺癌。这个绝症无问题啦，先呢我都能甲你医治。你赶紧的去这个钦差大人王平遐，去遐将军啊，经过3年后来，我马上用这个特效药，会当医治你的绝症。你若无去当兵，我就袂当甲你医治。原来哦。是啊，进去。若无去将军，你唔当甲医治呢？是啊。我若去将军，也唔多死呢。袂啦，袂死，先至甲你保证。好啦。办单敢若爱跋筊，困到3乌日半昼，免讲嘛，骹酸手软，四肢无力，对国家无尽忠，免来用哩。少年人垃圾，所以叫他去当兵。瑞公啊，钱朝王，是啊，你是我的敌人。唔安尼啦，我都歹势。听讲你的前朝地好啊，治万病啊。无呀啦，就敢若清凉解渴尔你咧。钱朝王，你都捌破病，这厝来遮创啥？我个时间上破病，我是甲你共款呢。我那是为着病人所以才来呢。多一个病人，你个看卖，这个枪无赶甲背起来，万一背哦，背起来你会死。背起来我会死。你若背起来，我甲你拍。先生无动手，先啊你会动手。我都做你特别好处理，点点啦。赶紧的，热做先撬开。这个青草菇甲关落。青草菇关啊，较紧的啦。阿雄，好啦。甲扶入内底。你唔做小我甲看咧，这枪也无背起来，扶入内底，照我意思来做。阿雄，扶入。云南提督特使团拜访，领导的代志，并提督爷，王庄无要出来迎接呢。来人啊，入来。我自我介绍，云南提督特使团。提督大人有什么指教？方才有一个老王甲一个茶夫扶一个病患来，希望你识时务为俊杰，知进提示英雄，千万唔通甲伊救治，甲伊救治者后患无穷哦！救人的性命，会牺牲家己的性命，这是我天生的使命，啥物人都管袂着。我是为你着想啊，唔免想了。这个高子国王子。就是去互这个神秘凶手金家玄良的断魂枪所射着，所以你若是伊的性命，金家玄良会来找你，你知影吗？哼，金家玄良甲你是有串通性。哼，你这款人做医生实真矛盾，你明明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，点去？大家唔通警察，心平气静，有哪讲啊？大人啊，你真识言哦。你安尼高官显爵，你安尼甲讲伊的孙救人袂用哩，什么不学无术，安尼实在是太藐视人啦。不过你讲啊，你嘛无应该对大人安尼无恭敬啦，安尼大家都唔对啦吼，大家坐咧即摆伊讲你不学无术，伊意思是讲惊你唔多，无读书，无读医药，去医人医死去，安尼就歹势啦。所以你来解释互伊听，你的研究，你的种种，你讲互伊听。伊听到若心好口好，自然大人伊就转去，就袂甲你阻害你咧。好啦，好济啦，多谢。来人啊！嘿，遵命。赞就是赞。普遍尔啦。我那捌淡薄呢。你捌偌济？捌真济咧咯，要无我甲你试者看卖咧。你咪做者邮差，互你采看会着袂？你若采会着，我直接甲你下行路，甲你抓地，互你做邮动啦。你若采袂着咧，王主你甲医较好，拢袂使提半仙咯。好啊，好来。姜太公渭水钓鱼，互你采2味药味。白头翁丸子。命我贵诶，那是照样强都是强。
呀，伊猜那敢对？对啦，那唔对，我解说你听啦。迄强子啊吼，就是安尼老啊，才拄到文王才出事啦啊！安尼大后忍来咯，伫下渭水河钓鱼啊，伫咧等候文王，所以白头王婉拒，表示讲伊的志气真远大，都下着这两位小妹。嘿，安尼嘛是有理咧，啊，毋着赶紧移伫王子宫下，大讲闲话啦，哈哈，有影。哇，阿雄啊，阿雄啊！啊是啊，是啊，金甲旋龙来啊！免惊看我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毕将被武力军后处原一个降龙秘籍了后，远走高飞。这个时阵，青海二晓军中就会毕将被武力军，也多少呢？乖乖自困自拍，以免我动手，万万不能啊！这时阵四大仙阁就要擒捉毕将毕，毕将毕用最神秘的功夫在应付。青海二晓到底要采取什么行动呢？啊！阿霸王对着天心桥卡了后，发现古八壁的奇景。奇，古下八壁到底是什么奇景呢？请看续集便知分晓。